雅各啊，你啥事讲？以色列啊，你啥事讲？我的道路稳密伫耶和华，我的案件无得着上帝料理。你敢毋知吗？你敢无听见吗？永永伫咧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的，伊无夜也无善，伊的智慧无通测度。亚善的，伊予伊能力；软正的，伊加天，予伊气力。少年人也会夜，也会善；勇壮的人也会跋倒。独独我靠耶和华的，要得到新的气力。因要亲像鹰鸟展翅飞悬，因行也无夜，因走也无善。这是咱来唱圣诗，圣诗73首，圣诗73首。细汉囡仔，恁着来听；细汉囡仔，恁着来听。咱去你唱全首。咱游玩徛咧，来用咱的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。咱书读圣经伫圣诗的头前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着在世女玛利亚来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。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打坐来全能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非常请坐。咱这是要来启应第2篇。我来启，咱三个来用。无当歹人的计谋，无坐独职者的位。伊爱慕上主的律法，
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，叶也袂打去。歹人就毋是安尼，所以审判的时，歹人会互上帝算账。因为义人的道路有上主在看顾。这是咱三个额头来祈祷。望愿聆听阮的爸上帝，阮感谢你。通过你的带领甲保守，互阮阁经过一礼拜久的时间，互阮伫出伫入拢得了平安甲顺遂。阮献上感谢伫你的面前。主啊，当阮也被你竞选成做囝儿，阮有份伫你节节的事工的顶面来行做。啊，阮今仔日迎旨接受你的圣日，啊，阮会当阁到伫你殿来敬拜甲服侍，阮献上感谢伫你的面前。主啊，当阮也要为着阮教会徛起伫桃园的所在，要成做光塔，照亮一个迷信的人。啊，阮每一个人会当成做光盐，进入社区调和一个事项，引带搁一个人来认捌你。加入伫阮的团结甲小组，加添伫阮的团结甲小组，成做教会帮手。结出一个美好的果子，有主你的看顾甲祝福，享受这首长干部温上加温，力上加力伫每一人的家庭、因的事业、因的工作，以及因的心灵拢得健全。主啊，当阮也要为着这病痛身躯的机体，仰望交托伫你主手中，愿主你伸出圣的手，以及医生的医治，互遐无伫共患病痛身躯兄弟，会当一直得到医治，早一天阁恢复因的健康。回转到恁的家庭，以及甚至到伫阮的教会，三个来敬拜阿罗你，愿你的神甲因三个伫咧。啊，通过安尼，愿你悠然安慰伫失丧的兄弟顶面，啊，软正软弱的，愿主你悠然坚固因，互因会当通过即个信仰来传行一事项，搁来将你美好的信息传扩伫互未毋捌你的人的中间。愿你神甲因三个伫咧。但愿通过今仔日阮的聚会，要通过阮的牧者传讲的信息。搁一届，互阮清楚甲明白，激励阮每一个人，互阮通过你的话，会当搁行做头前跑走的路，搁有开力甲智慧。但阮恭敬将今仔日这个聚会，仰望交托伫你主手中，对头到尾，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这是咱三个来听上帝话，来看去上帝话记载伫撒母耳记上卷第16章第1节到13节。咱三个来听，第16章第1节，耶和华甲撒母耳讲：我已经弃杀扫罗，无互伊做以色列王。你为着忧闷要到偌久啊？你着用角天油远远去啦！你要找你，我要找你到伯利恒人亚西遐，因为我伫伊的囝的中间。备办一个王，撒母耳讲：我怎样通去？扫罗若听见，伊要杀我。耶和华讲：你通带一只牛甲你去，就讲我来是要祭献耶和华。你着请亚西来负这个祭事。我要指示你所应该行的事。我所指示你的人，你着替我甲伊抹油。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，到伯利恒城内，遐个长老拢摇摇出来迎接。伊讲：我来是为着平安吗？你来是为着平安吗？伊讲：为着平安，我是要祭献耶和华。恁着清起家己来甲我负祭事。撒母耳就互亚西甲伊这个囝清气。叫因来负祭事，因已经来，撒母耳看见，伊哩甲意思讲，耶和华所要抹油，就果然伫因的面前。总是耶和华甲撒母耳讲，无伫看因的容貌，甲因的身躯的大汉。这人是我所记住的，因为耶和华伫看，无亲像人伫看。人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耶和华叫阿比拿达，
互伊对撒母耳的面前经过。撒母耳讲：耶和华也无拣即个人。耶西阁叫撒玛经过，伊讲：耶和华也无拣即个。耶西互伊遮个囝7个，拢对撒母耳的面前经过。撒母耳甲耶西讲：耶和华也无拣遮个。撒母耳甲耶西讲：你的囝拢伫遮吗？伊应讲：还有一个煞尾，担在饲养。撒母耳甲耶西讲：你找人带伊来，因为伊未来，咱无要坐倒，就找人带伊入来。伊是赤色，目睭清秀，生做好看。耶和华讲：这个人就是你，起来甲伊抹油。撒母耳就用角内的油，伫遐个兄的中间抹伊。对迄日起，耶和华的神大大临到大必。撒母耳起身倒去拉玛。以上完上帝的话，而且互听的人会当记得明白。但咱即时要来赞美，圣歌队的赞美是无价之宝，无价之宝。
咱做伙来祈祷。阮是天顶主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是一个怜悯人，会当体贴人的天父。主上帝，你看起阮每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以及社会对阮的期待，互阮压力真大。一阮做工课的所在，互人期待要求，爱做一个好的员工。转去到厝，爱做一个好的老爸、好的老母，甚至面对家己的时代，也爱做一个好的囝儿。来到教会，面对教会事工，爱做一个好的长老、好的执事、好的团契的首长。天父上帝，阮是这个世界，面对这个社会的期待甲要求，阮压力真大。恳求主上帝这点，通过你的信心，甲阮透白，容阮阮伫即时会当恢复，亲像囡仔相共款，用单纯、纯真的心来到你的面头前。用上简单的态度来面对圣经的故事，也愿主上帝你的神来帮助阮，互阮对所听到圣经话语来得到你的启示甲亮光，成做阮生命的帮助。主上帝，阮安尼向你仰望恳求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毋望咱相时也拍开咱的圣经，咱来献归周报第6页，即个讲道的大纲。好，最近有一出电影吼，真有名，迄种打破那种上映人潮吼，会当讲是纪录。恁敢有去看过《复仇者联盟》啊？来，有去看请举手。来，无事先讲，看电影毋是毋对的代志哦。来，有去看请举手。这话这真啊假？真，咱拍破啊，解好无？所以你自头到尾拢有看吼。好啊，毋知影剧情的去问这花姐哈。好。现在牧师要举即个电影，因为其实伊会当讲是教育咱安怎去看待一个人，迄个人是好人还是歹人？即个世界也是讲即个社会，常常互咱一寡刻板的印象。好，牧师有掠一寡图吼，为着掠遮图吼，掠到牧师目睭强要雾去，你知影无？好来，咱来看遮个角色哦。这个导演找的演员，查甫的看起来拢安那？啊，查某的咧？都美丽大方吼，对无？拢找迄种外貌上好看的，对无？迄大约看起来知影讲，这差不多是电影内底的好人，还是讲正派，对无？啊，咱来看另外一组演员。哎呦，这是啥货？这是人吗？妖魔鬼怪，好来，有去看电影的当然知影讲，啥是好人，啥是歹人。总是无去看电影的，请问，无去看哦，即两组人对一边是好人，对一边是歹人。顶悬是好人还是歹人？好人。啊，下骹咧？啥你袂当接受下骹是好人？好来，假使讲你是后一出电影的导演，然后你要演一出警匪片，警匪片就是警察要抓歹人迄种电影，然后工作人员将一堆演员的相片放伫你面头前，互你警送要
演好人，算要演歹人。来，这个相片，你即马是导演哦，这拢是演员的相片哦。来，互你拣警匪片，你会拣啥物人做好人，啥物人做歹人？我来讲，无共款的年纪，有无共款的选择。迄小朋友甲少年人绝对会选迄种外貌看起来安那，水个缘投的来做好人对无？啊，歹人咧，一定是找啥？看起来较无好看的对无？但是我来你讲哦，这个外貌足好看的这个演员吼，拢演过歹人，拢演过歹人，然后是足歹的迄种人。啊，面貌无好看的吼，其实因拢演过主角。因拢演过好人嘞，好，所以你袂敢讲，不管是媒体、电影这个物件，常常即甲咱教育讲，生着安怎就是好人，生着安怎就是歹人，总是敢是安尼。有一句俗语讲，人不可貌相，啊后壁咧，海水不可斗量，啊道理咱拢知嘛，啊不免咱拢会用外貌安那去捌人。论外表，咱会当分做狭义甲广义的。狭义是讲啥？咱的五官、咱的身材、外貌嘛，对无？啊，广义的，广义包括啥？咱的言行举止对无？咱的才华、咱的文书、咱所有的遮个外在的遮个物件、财产啊，遮个拢算是外表。虽然人甲人之间第一印象足重要。总是外在的表现绝对无法度正确，会当去认捌了解一个人，也是讲定义一个人的好甲歹。来，咱敢有听过《美女与野兽》的故事？有。啊，这个故事咧讲啥？敢是讲冤起头有一个王子，生着高强大汉，佮缘投对无？总是伊的内心安那？真骄傲，真自私。有一天。有一个老太太要来请求伊的帮衬，总是互伊拒绝。所以，这个王子受到这个老太太，也是讲这个仙女的这个咒诅，所以伊变做一个生了真歹一个野兽。原因是啥物？这个老太太伊要用一蕊玫瑰来请求这个王子讲：我用这蕊玫瑰吼，向你画一个大的所在，刚好。总是这个王子看这个老太太外貌安那，伊的外表安那，真歹真老，啊，就甲气绝，看袂起伊迄蕊玫瑰，啊，要赶互走。结果这个老太太讲：这位少年人，你看人毋通看外表，你毋通看外表，内在才是美丽的根本，内在才是美丽的根本。总是这位王子听袂落去，要将伊赶互走。总是后来，这个老太太怎样变做一个真美丽的仙女，真美丽的仙女，叫这个王子一看安那，赶紧把这个仙女抱歉，讲啊，请你原谅。总是这个仙女敢要插伊？唔爱插伊啊！你这个少年人，就有好看外表尔，你一点仔都无疼心，你的内在一点仔都无美好。所以为着要来处罚，所以，互伊变成一只啥物货？真歹的野兽，然后原底迄蕊玫瑰变做一蕊有迄种魔法的这个玫瑰。伊讲吼，这个玫瑰的这个花瓣吼，全部落了进前吼，你若学向疼人吼，都有人要来爱你吼，你让变做一个人，你让变成一个人。请问在座每一位女性，我问女性啦吼。请问你看到这只野兽，你会想要向伊好吗？袂嘛，真老实，恁真老实，我嘛袂啦吼，我当然袂。啊，总是接续落来的故事，咱拢真清楚，女主角上出现。对，我知影伊是查某的。贝尔啦吼，贝尔出现。啊，这个贝尔就开始陪伴这个野兽，慢慢来了解伊。这个王子变做野兽王子嘛，开始知影讲要哪去疼一个人，爱一个人。啊，最后因两个人相疼。啊，所以后来
王子敢有变转来？有变转来吼。我找即张图，王子的面有较惊吓，较戆影一点嘛。爱着变转来。人看人就是安尼，总是一开始会来看人的外表，总是深入落去熟悉了后，才当慢慢去熟悉一个人的内在。今日咱所读的即个圣经故事，咱会当对先知撒母耳，伊接到上帝的指示了后，后面所发生的这个事件，来了解讲，人看人是看外表，总是咱知影讲上帝要安怎来立捌一个人。来，咱来看咱的圣经，当时有一天，上帝对撒母耳讲：“你莫得悲伤啊！你要为着扫罗悲伤到偌久？”啊，这个扫罗是啥？这个扫罗是啥？国王嘛，对无？扫罗是国王啊，扫罗是上帝通过撒母耳这个先知所高抹设立的这个君王。啊，总是先知是咧忧伤啥物货？是为着这个王悲伤啥物货？恁要看卖啊嘛，莫安尼遮尔惊吓。悲伤讲上帝一定来气杀啦，上帝无爱定义啊，上帝无爱倒扫罗继续做以色列的王啊。总是这个撒母耳伊非常的悲伤，伊嘛感觉这毋甘，因为感觉讲这位扫罗真正是一表人才，伊会感觉讲上帝，啊你气杀这个人，无爱互伊做王，安尼你叫我要去倒位倒找甲伊相共款。啥要找甲扫罗相共款？圣经安怎记载扫罗伊的外貌？讲是高强、大汉、缘投，啊身悬都比人悬一粒头，对无？因为是古时代，在古时代啦，古时代中东地区的人认为，好看的外貌是生命祝福的记号。是生命祝福的记号，所以因咧选一个领导者、选国王，就是拢选迄种外貌好看、高强大汉。所以拄啊好，扫罗敢有符合安尼的条件？有嘛，符合安尼的条件嘛，高强大汉嘛。啊，然后伊的表现，敢有符合即个以色列人人民的即个期待？有啊，因为这位扫罗真够小战，真够小战。这就是以色列人一直向上帝求的，讲撒母耳，你去甲上帝讲，我要亲像外国相共款，因拢有一个国王高强大汉，带阮相战。即马扫罗起来做王，敢有够相战？有，将非利士人全部赶出去。所以以色列人对扫罗真满意，真介意，总是单独有一位对伊无介意，啥？上帝对伊无介意。扫罗伊的表现，上帝愈来愈失望。着伊外在的表现，全国的人民拢真介意伊，敢若上帝无介意伊。过去扫罗伫上帝面头前，迄个谦卑、正直、顺服的态度，拢总无去。先知撒母耳甲扫罗王约好讲，要伫倒位来献祭，啊，你爱等我。总是扫罗王敢有等先知？无啊。家己献祭啊！以色列人认为讲安尼无毋对，因为外口的国王嘛安尼做，外国的国王嘛安尼做，我是啥也袂使，所以伊无听话就献祭。所以上帝就来气杀，人民即爱，但是上帝无爱。所以上帝伊爱先知撒母耳讲：你食啊老啊，莫倒马口要提一下伤心好无？较正宗的，赶紧。即个橄榄油底哦好，然后去必利恒，去一个号做亚西的厝内底，我一定对伊的囝内底，一定找到一个合我心意的人，找到一个合我心意的人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恁感觉先知撒母耳伊即届去，伊会选啥物款外表的人来做国王？敢是亲像扫罗王相共款，高强大汉倒缘投？所以，当撒母耳圣经安怎写？当撒母耳去到亚西的厝内底，看到
亚瑟的大囝叫啥物名？以利亚对无？心内想讲啊，徛去面头前，即个绝对是上帝拣选的，因为啥啊？相共款甲所罗相共款啊，高墙大汉缘投绝对是伊啊。总是上帝对撒母耳讲啥？讲啥？毋通看伊的外表，佮高大的迄种啊，悬大的身材啊，我歹选伊。人看人是看外表，独独上帝是看的是啥？咱别人讲，上帝看的是内心。大囝无互选着，啊，然后倒有6个囝着无？一个拢徛来撒母耳的面头前，上帝拢来讲啥？毋是即个，毋是即个，嘛毋是迄个。啊，先知撒母耳即声紧张啊！我是惊毋着，惊也是安怎？无半个。赶紧问，啊，你倒有囡仔无？有啊，一外口咧放羊啦。啊，着迄个转来捡着出去安那放弃迄个啦。牧师毋是阿伯讲哦，因为先知明明甲亚西交代讲，甲恁的囝拢叫来。总是亚西敢有甲伊的囝拢叫来？无，这代表真正是转来捡着出去安那放弃。一叫来，圣经安那描写大笔，外貌安那，外貌赤红，啊目睭安那，清秀安尼嘛对无？当伊来到先知撒母耳的面头前的时阵，上帝甲讲啥？甲先知讲啥？就是伊啦，干那又安那，达倒了，达高抹。总是咱敢会感觉讲圣经有一寡矛盾的所在，圣经有一些矛盾的地方。因为前几句，上帝甲先知撒母耳讲啥？对啊，我选人是看人内心，无咧看外表啊。啊，后几句，较过几段尔，圣经都描写代表安那？英俊潇洒，迄种面色红润，啊安那，目睭清秀，奇怪，上帝啊，你是咧讲啥？啊，头前的缘投你毋选，啊，你就偏偏要接。这嘛种缘投啊！上帝，你自我矛盾呢？你是安尼讲这？其实自希伯来文，也是讲希伯来文化来看，遮的即个面貌，甲伊的描写即个目睭清秀，其实是咧讲内在品质的外在表现，内在品质的外在表现。意思是讲，代表伊的灵性。甲伊的人格、伊的品性是安那？是好的，是美好的。所以会当讲是上帝所要拣选的一个领导者，伊必须爱有美好的即个灵性，内在好的品格，甲即个人格安尼。咱华人常常讲一句嘛，灵魂啊，眼睛是灵魂之什么？之窗嘛，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啦。所以圣经描写伊目睭清秀，面貌安怎，就是讲他有一个美好的内在灵性。总是各位兄弟姊妹，上帝会当一下仔看到咱的内心。总是咱人甲人之间敢有法度？敢有法度？一下仔看到人的内心无？人甲人之间的实在敢有需要开时间？敢有需要开时间？需要开时间嘛，需要去陪伴，啊，然后交往嘛。当然，咱拢期待咱每一个人拢莫用外貌去捌人，咱反倒是会当用心去实在一个人内在的即个品格。总是牧师一朝嘛要讲啊，当牧师也是咱的长职，咱的首长、会长邀请讲，你做伙来侍奉好无？你做伙来同工做事工好无？总是常常有一个人讲啊，我袂晓啦，我无够专业啦，我学历无悬啦，我含慢啦，我啥物货？咱拢会讲一寡外在的遮个物件，我袂晓，我袂堪进。总是牧师要来讲的是，你第一爱想的是，毋是外在咱会晓啥物货，有专业无？
第一问的是，咱甲上帝关系有好无？咱甲上帝关系有好无？有专业、有学历、有地位，总是甲上帝关系无好，迄问题较是大。牧师少年的时阵，会去外教派参加因的聚会啊。迄时阵，因拢最后带敬拜学乐啊，带甲写叫啊，一台顶好足熟练的安尼啊，方言嘛噜叫啊。服侍煞离开的时阵，我看到啥？头仔一台顶遐服侍的人，拢跍伫巷仔内底食食薰，讲话粗鲁。安尼是要安怎？我头我一个敬拜是算啥？是算啥物？足专业啊，足厉害啊！总是因的内在是安怎？咱倒转来到咱的圣经，请问大笔一个囡仔，就安尼受膏抹，互上帝拣选，伊安尼就当做国王啊嘛？对啊，先知是众人的面头前来膏抹，讲这是上帝拣选的啊。总是伊安尼，就真正会当做国王啊嘛。其实这就是上帝的用意啊。上帝的意思就是要互以色列人看起讲，我爱的毋是一个人的外表，我爱的是一个人的灵性，伊的内在。后来咱拢知影讲，大笔有上帝的神，甲伊三甲支队，感动伊，因带伊来做正确的决定。也因为安尼，以色列人人民慢慢来认捌这个少年人，这位大笔。咱拢知影讲，伊受膏抹了后，大笔刚是互这个扫罗征召进去，为着扫罗创啊，弹琴，谁啊要为着伊弹琴？因为扫罗只爱听音乐。是为着啥？因为扫罗迄个时阵去互邪神安那搅了嘛，所以大笔你去弹琴嘛，来赶邪神啊。啊，后来司机大笔安怎做啥物代志？伊代表全以色列人民打败非利士人的勇士，或者啥叫啥物名？歌利亚。啊，后来有富人人就只唱歌嘛。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人家问讲千千是谁，万万是谁？意思是讲扫罗台是的正赢的人，安那比袂过大笔啦，比袂过大笔啦。所以扫罗王开始嫉妒啊，要追杀大笔啦。你敢知影扫罗王追杀大笔几道？2道。啊，有一届大笔秘伫山洞内底，啊，拄好扫罗王腹肚痛，要你去便所。啊，军队大笔的人讲，你即马落手来抬是，你来当做王啊？总是大笔敢有落手来抬？这上帝膏抹的竞选的，我袂当同意。第二届就是亲像这张图啊，扫罗王甲追杀啊，战赢一遐啊。总是大笔就行入去伊的帐篷内底，将扫罗王边仔迄支枪就摕起来，然后离开，来喊声讲：扫罗王，2届的机会我会当带你抬，总是我拢无落手，意思你是上帝所拣选、所膏抹。大笔伫整个过程中间，伊所表现出来就是真仁慈、真正直。因面对过去来追杀的人，伊并无答应报复，这当讲甲扫罗王迄种自尊骄傲、嫉妒的安尼性格，成做真大的对比。所以，就因为安尼一个少年人安尼渐渐成长过程中间，以色列人愈来愈认捌这位大笔，愈来愈知影讲伊的人格是安怎。上重要的是，因知影讲上帝的神，敢有甲大笔相甲伫地？敢有？上帝神甲大笔相甲伫地，所以最后以色列人才来大笔这个少年人，才做国王。各位兄弟姊妹，
恁敢会感觉讲大笔要做一个国王真辛苦？会感觉真辛苦袂？真辛苦啊！特别是大笔要拍败非利士人歌利亚进前，其实伊7个兄哥是看袂起伊的。嘿，啊，你是来创啊？你是来创啊？根本就是看袂起伊。总是一个中间上帝，伊要来磨练、试炼大笔的心智。上时嘛是要互以色列全国人民好好啊熟悉这个少年人大笔，伊是一个啥物款的人。所以未来当咱咧看这段故事、这个事件的时，咱当去意识到讲，到底上帝伫这个中间要互咱看起啥物款的代志。所以后来以色列人伫选择领袖、领导者也是国王的时阵，无搁看外貌，标准是啥物货？上帝的神教甲伊三甲地地，这确是正做一个国王应该有的标准条件。换一句话来讲，来到新约的时代，其实恁敢知影讲耶稣无啥爱行神迹奇事，恁拢毋知对无？他是逼不得啦。啊，无耶稣讲道理，讲上帝教的道理就好。是啊，伊要行神迹奇事，就是要证明头我所讲的，有上帝的神甲气力安那，甲伊三甲地地啦。我无其实耶稣无啥真正无啥想要行神迹奇事啦。转来到圣经，扫罗王伊的外表的条件是符合外国对一个国王的这个期待，总是敢有符合上帝的期待？无。大比这位少年人善得宝板，敢有符合以色列人的期待？无啊！这个囡仔是要安怎带阮相争？总是敢有符合上帝的期待？有符合上帝的期待。先知撒母耳敢有受到当时社会甲这个世界的这个影响？一个上帝的先知敢有受影响？有啊！看到亚瑟的大汉囡啊，一个，啊无迄个，一个先知嘛是受到社会的影响啊，嘛是用人的眼光安那？伫看人。大笔伊正做国王，进前伊是互人受轻视的，总是后来愈来愈受到人的尊重。毋是因为伊行啥物款的大代志，是因为上帝的神甲伊送到地地，是因为伊的内在有真好的即个灵性。相信一诗篇内底，咱拢有看过大笔真济诗对无？上帝讲，大笔敢是一个常常感谢阿拉上帝的君王。当有困难的时阵，大笔嘛会常常祈祷，寻求上帝的帮助，兼毋是？上重要是大笔伊一个正直、良善甲仁慈具体表现。伊会当有安尼，是因为伊真正认捌上帝。伊知影上帝爱的是啥物，所以伊就做出迄个一个君王应该爱有的表现。各位兄弟姊妹，通过这个故事，有啥物会当互咱学习的所在？咱敢是会当通过信心的帮助，互咱读圣经的时阵，会当愈来愈认捌上帝，讲对？因为你毋捌上帝。你就毋知影上帝对你要求是啥物，你就毋知影上帝的旨意，你就毋知影要安怎来回应上帝。上时咱嘛得学亲像上帝相共款，毋是看人的内在，是看人的内心。总是讲即句，你会感觉讲，牧师你强人所难。我只是一个人，我是要看人的内心。我怎么看人的内心？请问保罗毋是常常讲吗？咱爱恢复上的形象，咱爱恢复上的形象，上帝的形象嘛对无？啊，请问伊讲的这个形象是外貌吗？上帝的形象指的是外貌吗？还是内在的灵性？内在的灵性。
所以毋茫咱至少是教会内底，咱拢彼此会当用内在灵性来相沟通，安尼好无？敢有阿门？检采有一寡人，伊会感觉讲啊，我伫教会内底，我的外在的条件无好啦，啊，工课嘛还好啦，收入嘛无济，地位也无悬，啊，无啥物专业，啊，一教会可能哦，我也袂当创啥，敢真正是安尼？上帝爱的真正是你外在的这个条件吗？检在咱即个中间有安尼的人，总是遮的兄弟姊妹的品格甲人格就拢无好吗？我相信每一个人拢有伊的优点，拢有伊的温素甲才华，对无？上帝拢是上帝所拣选的啊，拢是上帝所疼的囝儿啊。敢有阿门？但你边仔人讲，你是上帝所疼的囝儿。上帝要使用你。好，我互上帝使用。你看，即句无人要讲。保罗伫哥林多的书批信，伊有讲着，上帝敢若拣选遐个巧的、有地位的人，敢毋是遐个软弱的，互人看见的上帝嘛拣选嘛？原来每一个人伫信心的帮站下面，咱的灵性拢会当合主的心意。上重要的，恢复上帝的形象，就是会当去尊重、欣赏咱每一个人的优点。最后，无使用这张图，要问你，对一个是耶稣？这个问题留互咱转去思考，对一个是耶稣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遮尔疼阮，你拣选阮，真正毋是阮的外貌生了好看，真正毋是阮的外在条件外好，你就是单单啊疼阮，你根本无去插阮是一个外卑微的人，你根本袂去看阮有啥物款的软弱，你就是愿意单单啊来疼阮，才来阮拣选阮。主上帝恳求你的心帮助阮，互阮亲像大笔相共款，互阮的内在灵性会当合你的心意，也阮兄弟姊妹彼此中间，嘛当恢复上帝的形象。就是常常用内在的灵性来相沟通，三尊重，三欣赏。也愿主上帝，你的呼召上款点伫阮的心内，互阮知影讲，阮无搁看轻家己，来回应上帝你的呼召，成做耶稣的门徒，做伙来为着上帝国来献身，来做工。愿主上帝，你通过今仔日的故事，会当激励阮，会当帮助阮，勇敢来回应你的拣选。主愿安尼，愿你仰望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是咱个三个来吟圣诗569首。我做耶稣的咏歌，我做耶稣的咏歌。来，今日咱唱全首。
请坐。这是咱的奉献，咱请张春莲执事、吴文玲执事。我来报告进前，咱先来看咱今仔日的金句。伫酒杯后面遐，我念一解，咱三个来念。耶和华甲撒母耳讲，因为耶和华在看，无亲像人在看。人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撒母耳记上卷16章第7节。咱即句咱来看第一页，郑州聚会，咱家己来看。5月份，伫州中级乐团营陈碧莹、赵美珠，咱服侍的内容，咱哪家己来看。咱看第2页，伫周间的聚会，咱哪家己来看。以及教育部的课程。咱以伫周报刊登为主，课程介绍请参阅报告栏。咱翻开第3页，教会小组的聚会，咱让家己来看。但以咱的小组，咱家己教会迄个所在来参与。过来就是教会小组大导事项，咱让为着教会一个事项大导，然后伫即页的中间。咱奉献的明细，第4页，咱家己看，但是无明白的，也是无清楚的，咱找咱的中级经济。咱掀开第5页，
消息的报告，本主日5月2日下晡12点半，伫6楼办公室召开行政部会议，请部员出席。下晡1点伫7:00会议室召开小会，请小会员出席。下主日6月初2、6月份伫月中节，长老陈维明、执事苏依玲、甲林富祥。下晡1点伫7:2会议室召开下半年度事工协调会，甲6月份定期中执会，请中执各团体首长出席参会。教会消息，公告2019年下半年度行事历小组团体聚会表，请到伫4楼公报栏来查看。若是有问题，请洽办办公室。第二，桃园教会音控服侍训练，对伫5月18到6月30日，伫每周六礼拜安排讲师，甲礼拜音控服侍人员1对1的教学训练，请咱同工、咱参与的人，也是甚至有兴趣的人，也是有服侍的志愿的人，会当到伫遐中间来受训练。第三，学期祭团客会会长的监选，定伫6月份底监选完毕，各会长请监选人员来自行联络。主日后，陈祖德长老、学青、吴传英长老、邵启、陈维明长老。第四，2019年夏季学校正式开始报名。邀请家长带着家中的小朋友来参加这次的营会。报名的时间是5月19，营会时间是7月初3到初7。报名人名额是72名。报名的年龄是生伫小二，甲生伫国1。报名费500块。咱其中有纪念衫裤、笔记本、甲伙食费包括伫内底。伫6楼办公室来交费，若是有任何问题，会当请接洽营长魏婷、副营长于婷、俊祥。教界消息：全国妇女联席会6月27到29，拜四到拜六，地址伫中华县鹿港镇中正路588号，地点是鹿港文创会馆。统一度假中心，费用3500。交通接送是中华火车站、台中高铁站，请会长刘文香也是副会长朱美玲来报名，到6月初310日。下礼拜咱要庆祝6月份的生日的兄弟姊妹，以上。咱请牧师补充报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牧师一只做介绍甲补充报告，一只有一位第个来到咱中间做伙聚会的兄弟关正宏兄弟，也是咱中间。欢迎你，毋忙咱等下当老婆做伙来使用爱餐，好6楼有爱餐，好，请坐，谢谢。好，一咱头我看到教会消息报告的所在，咱来看第4点，这个夏季下校报名杂志的时间是几月几号？5月19嘛，对无？啊，再继续牵一周无顶悬，就表示讲敢会使继续报名。会嘛吼，啊，所以咱厝边隔壁若有熟识的小朋友，吼，咱做伙鼓舞，毋茫也当做伙来参加一即个夏期的即个学习生活也来的即个中间。好，以上一只做补充的报告。这是咱来唱上言395首，上言线请牧师祝祷。395首，至圣天父，阮感谢你。
咱起立。咱做人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信神的相通引带，甲咱三个伫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是你。
这是咱起立，咱向四周以来请平安礼。